情况再来。如果你也排到了最后层，伫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足痛苦，因为咱上惊咱烦恼。对咱精神所发所到的最高处，就是咱的教育。安尼，伊生了后，这一生，伊一定过了真坎坷的人生所以呢，生来了后，是安怎，伊呢？会当呢，伫迄个富豪家的家庭呢来生活，为咧，伫迄个做善者的家庭来生活。但是，虽然伫迄个贫苦的家庭，但是伊慢慢大汉了，因为伊本身带了福报，带了福报，伊慢慢为了伊改善，伊生活。最后出来，一生呢，都总统，每一人还是拢会错，所以真心呢，就是安尼开始你这世所成就的成就的历练。所以这嘛叫做咱人生的过程。人生的过程当中，较顺就讲到这个世界是足快乐。如果呢事事拢袂顺的话呢，伊就感觉这人生实在太艰苦。所以呢，生呢一定有死，所以咱大汉呢一段时间呢，我老佛山所以咱大汉人呢，大心领人讲，一礼拜一定有人来老佛山，回听标志，就是咱大进前差不多。10年前，咱红小姐，咱拢知影红英皇红小姐，伊拄啊，即个倒转，正咱爱上，可能有青州，搁有青州湾，甲写州湾，可能就是伊，即目前伊上尾的倒转，有入这个进南湾的人所以有啦，无结婚的，但是无入青州湾，到写州湾，目前都进啦，所以咱红小姐拄好要入点迄个时阵呢，因迄状元社迄人员来用好的时阵，甲因纸拢写好的，拢写好啊。因一个祖孙讲，迄个人当年规身躯拢烧烧，神影咱互姚心领人传达因迄个状元社迄个少年人讲，你打伊的手，摇起来，拄啊伫办公，因倒来换手拿来举。即摆有祖孙毋相信，讲搁举，我连续安尼举3届，规身躯拢烧烧，所以。
咱看外形，咱会当听到阿弟来请靠所讲，你阿妈大事情了，做事情，所以咱互个感慨讲，如果咱听到了，爱会当请靠所讲，就较好。虽然照所说无啥物功德，但是你就是无交上心呢，要离遐牵甜，无交上心牵甜啊！因为咱无照所心，交上心离遐牵甜。你爱人啊无？一定爱人啊，百分之百一定爱人啊。所以咱学较早是用较铁去，但是即马常常时啊，拄啊，咱爱上人迄个咱常常时啊会去哦，迄个无形内中呢，去吵到你袂负责，所以吵到袂负责，我拢会，较严重，我拢会甲心里安尼讲哦，算你啦，代志。世间真正不应代表，因为人请有能力后呢，一定会来讨。要讨，你爱用啥物形式？用你的功能。不会撞到那个，对啊，不要撞到那个，对，去讲妈妈。功德，因为功德就是咱普罗来做迄个有类似，做了有类似，然后当中呢，通好回响，互你的父母代志，因为咱6万多年来过一世，做了无好势，你欠爱恨人无一定爱恨。你无恨人，人袂放你煞，一定会要爱讨。要讨，就是拄啊，咱这方老师自己讲无，伊都有咧做，怎互伊安静，互伊慢慢做功德，来培养功德等互伊。咱老师咧讲。会用内着常常时啊，无一定会讲好嘅，无一定，所以会用内着常常时啊会讲人讲你是济公还是济师？你看，咱老师是济公还是济师？济公啊，伊是皇帝，无管理过程，无用内着嘛是共款，咱伊个道地嘛是共款哦，所以伊是皇帝哦，但是伊皇帝有啦小可偏笑话，就是讲伊都有咧做，都有互伊做，通好培养互伊，啥物只讨遐用，无你若讨遐用，是毋是爱伊随爱当，随爱当？所以，咱互个人来讲，如果咱若无看见很重要的，安尼呢，常常时啊，无用内着来的时阵，你哪有机会？无机会，因为无用内着来，就是伊已经有了迄个能力，对地学，对咱，迄个一定要一定清了呢，清了呢了后，伊来是足歹，足歹。你袂讲好啦，我啥物只讨的啦，但是你无条件，还是无迄个地要互人所以呢，咱往来感慨讲既然有道，爱看见呢，来行道。所以呢，咱往来讲，因为咱迄个上天呢，是不是有真有意思？
猫仔爱食鱼仔，但是猫仔敢会游泳？袂啊，猫仔袂游泳，但是人鱼仔爱食大份。啊，鱼仔敢会爬上吗？因为伊爬上蛙无水，伊就爱死，所以上天呢创造这物件，就是一边等于咱人生同款，一边拥有，但是一边一定爱失去，所以伊这是相对论的物件，所以咱我会感觉讲，两相时啊，如果呢，你也要选择，你也要选择这项，但是这项一定无会当两项拢会当有啦，所以咱人生呢，那拢注意，伫咱生活当中呢，那每一项拢是咱的心，所以咱我会感觉两相时啊，卖甲计较，还是卖甲比较会了话，因为两相时啊呢，你要行比较，人过去世，人种了真大的福报，所以呢，伊世人伊拥有足济，拥有足济，咱就是讲，咱无做了迄个福，所以一世人就伫这个生活上呢，就足困苦，足潦倒，所以呢，咱既然有得到了后呢，一定知影，这个最重要，爱办法上咱的脾气毛病，到咱的习性，应代表，无呢，咱后世人来是毋是爱同款，叫咱一世同款的生活，会当改变，到位，伊即世会当赶紧成功了完，赶紧做着，培养，你有改变，安尼你当改变，所以呢，因为咱因来因的，请咱迄个信仰，第四因的迄个名人，即马因为部分所以伊会倒通给咱会做好，所以呢，咱一个当慢慢来分享，以上或者呢，祝咱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以上。大众请起。感谢各位主席前到一起公布，分到一起公，咱今日是邀请咱新的杨永平杨讲师杨顾问为咱主笔，咱以今日的奖项呢来欢迎咱的杨讲师。讲师这边前到鞠躬，问到鞠躬，讲师好。老师好。